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3月30，诗篇16篇80安尼讲：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，因为伊伫我的正边，我就无摇拽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无摇拽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创造的源起头上帝，你也是将我审判的生命主。主啊，愿受你创造的人，要全然降服伫你全能圣手的念力，也要时刻来高举你的性命，因为你是牵得懊恼甲尊重的。主啊，你是阮的产业，是阮一生所尊重的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心所深深意爱的，是阮所仰望甲倚靠的。因为你以外，阮无通欢喜；你以外，阮无福气。所以，阮常常敬奉你伫阮的面前，因为你伫阮的正边，阮就无摇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咱若时常敬奉咱的主伫伊的面前，就因为安尼，咱就无摇拽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